喂，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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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盛，今天是谁诗会？中德。把头发直接放下来，这样子最快，什么话都不用讲。算了。完全没有办法。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主要感谢你在昨天的各式各样的选举的结果出炉之后，我们今天能够依然站在这边来服侍你。主要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以及今天的领拜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并且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手，让我们的歌声能够带领会众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将礼拜再次献上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好，有什么意思？那个是回应诗。什么意思？上面没有吗？那个圣诗第303首有。主，我要赞美你，圣诗第303首，那个右下角有华语的诗歌，华语的歌词。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首来了。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
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荣耀君王，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民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喜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
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大地的主宰，古老到永久，你是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的美好建立在我们跳动的生命，带领我们走过许多个年头，眺望教会的宣教之火，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
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主，我要赞美你，尽心尽意，我要传扬你奇妙大全能，归荣耀你生命。主，我要赞美你，尽心尽意，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间奏，然后主，我真敬爱你。主，我真敬爱你，尽心尽意，我要传扬你奇妙大全能，归荣耀你生命。主，我真敬爱你，尽心尽意，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主，我
心经营。我要传扬你奇妙大全能，为荣耀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尽心经营。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我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他。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
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拍手，将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高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
名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喜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大地的主宰，
古老到永久，你是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的美好建立在我们跳动的生命，带领我们走过许多个年头，眺望教会的宣教之火。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创造太阳、月亮、星星，大地的主宰，古老到永久，你是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的美好建立在我们跳动的生命，带领我们走过许多个年头，眺望教会的宣教之火。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引导我们坚持使命，把人找回来，认识你真好，享受爱的滋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成
成为我们教会的主，引导我们分担分享，学习爱的团契，参与创造公义和平的国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生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阿法，是欧米伽，是今在、昔在、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国王。主，我们颂赞你，一切权柄、尊贵与荣耀都归给你。你爱世人，为我们而生，并用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的道路，学习分享爱，参与创造公义与和平的国度。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你，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主，我们感谢你平安保守带领9合1的地方选举与多项公投告一段落，求神带领地上掌权的官员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在这诡辩弯曲的世代，让我们单单定睛在你的真理上，借着圣灵的帮助，把爱与正直公义从人心深处再次唤醒，保守我们的国家，在你赏赐的这片土地上，能有更多的珍惜与感谢。感谢主你恩赐的民主自由，感谢主你赏赐的美好环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更多的回转归向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必保守带领台湾你的国度。敬爱的天父，也将接下来以文传道要为我们分享的讯息，求你亲自引领，让圣灵充满这个会堂，也恩膏以文传道，让领受的人与传讲你的道理的人同样得着你恩典满满的浇灌与祝福。我们也再次将你所教导的主导文谨记在心，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就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欢迎新的来宾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聚会，来到我们士林教会？那我们简短跟你的左右边握手问好祝福他们。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于第二堂礼拜中颁发106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12月16举行北一区圣诞联合聚会，请兄姐为其奉献。下周主日是关怀艾滋主日，也是代降节第1主日。下周举行圣礼典，同时于第2堂礼拜中举行洗礼，请代祷。12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是办公室购买。圣诞节是分享爱与祝福的季节，教会除了在活动中赠送圣诞糕之外，也欢迎兄姐订购。今日截止登记，请预订购者把握机会。
在这感恩的季节，本会于11月16到26号在 FB 粉丝团举办感谢有你的留言抽奖活动，欢迎踊跃参加。12月23中午12点半，于海霸王中山店举办圣诞爱餐，即日起开始报名，到12月9号截止，一人150元。欢迎兄姐邀请福音朋友与亲友报名参加，座位有限，额满为止。希望在圣诞的系列活动已经开始喽，欢迎踊跃邀请朋友参加。教育馆新建，准备进入景观工程及内部装潢，建委会有整理可认捐奉献的项目。另外，提醒已认捐奉献的兄姐，请在认捐奉献后2个礼拜内汇款，并通知办公室干事，详情请至招待桌索取。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这边再补充报告一下哈，12月23号中午12点半哈，我们教会在中山北路的海霸王有这个爱餐，圣诞爱餐。那报名的表格长这样，刚刚有提到哈。那我们待会儿会后在外面右侧的招待桌上面都有这个报名表格，请大家踊跃填写啊，也欢迎大家邀请新朋友参加这样。以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2处。第一处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33到37节，记载在和合本修订版，第172页，172页。这边这样说，于是比拉多又进了总督府，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呢？”比拉多回答：“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的同胞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是王了？”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第2处记载在启示录第1章第8节，在和修版的第399页，新约第399页，这边这样说：“主上帝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接下来正道，我是国王。那有请我们士林教会郑以文传道。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大家昨天睡得好不好？昨天我们第一次投票哈，然后第一次投这么多的公投票，然后不知道公投的这个结果跟大家心目中的结果一不一样，然后还有跟你选的这个市长、议员或者是里长是不是一样哈？对，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一段其实大家都蛮熟悉的经文。那谢谢刚刚中德执事为我们读过了。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前言的前文这样子哈，是在刚刚是从33节，我们来看一下第28节到32节啊。这边记载到他们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押解到总督府，那时候是清晨，
他们自己却不进总督府，恐怕沾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晚宴哈。好，那这一段是在刚刚比拉多审判他的前面，那这个该亚法是犹太人的大祭司，所以在送给这个总督府比拉多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在祭司长那边审判过了啊。那为什么他们把他推过来到这个总督府，结果他们却不进总督府？为什么会怕了沾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好，因为这边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大家常常在背这个使徒信经，我们里面都有一段说，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受审，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本丢比拉多是谁啊？好，他其实在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总督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是不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人，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是外邦人。那你要进到外邦人的家里，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外邦人的家里也是不洁净的。那他们要审判这个耶稣的时候，已经是马上要进入逾越节了，所以他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进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的时候，你就要花24小时来洁净，你才会重新可以守这个逾越节的餐。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因为进到这个比拉多的这个总督府里面，然后因为这样子变得不洁净，然后等一下就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好，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比拉多很特别哦。如果你是去拜托比拉多要来审判耶稣的时候，这个比拉多居然愿意走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查这个人是什么事情呢？然后你看他们的这些犹太人的回答也很特别哦。他说，这个人若不作恶，我们也不会把他送来。所以你看他这个讲话的这个话术里面其实很厉害，他没有正面的说，他犯了什么罪？其实他们的罪就是什么？亵渎上帝，亵渎耶和华，因为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已经亵渎了他们的律法了。所以比拉多也很聪明哦，这个真的是你看到那个政治手腕在那边，他听到这个回答就是，其实你们没有起诉他哦，你们只是说他如果不是坏人，我们不会把他送过来。所以他说，那你们就自己带去吧，按着你们的律法。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罗马的律法底下，其实他们这个区域还是有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律法可以执行。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这里很明显，他们的动机其实是想要杀了耶稣。所以这个是我去找的这个可能比较还原当时的情景哦，就是耶稣被送到这个比拉多总督府的前面，然后比拉多亲自出来，在这边审判，然后所有的会众祭司都是在底下，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罗马兵丁哈。那这个比拉多啊，我去查了一下，他其实是罗马人。然后他出生在意大利，有一个说法是在意大利本身，然后有一个是说在北边的欧洲，所以他是一个军人出身，然后因为战功的关系，他很有军事天才，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升迁，最后当到这个罗马帝国的总督哈。然后我去查一下，他是被派到这个犹太地区当做总督。然后其实罗马帝国那时候版图最大的时候啊，大概有40多个这样子的省，好，所以犹大省的总督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用想象，有点像美国的州长吧，50个州长，所以其实那个已经是很高级的官阶了。那犹大地区大概比台湾小一点点，哈，所以他是一个有罗马帝国的总督，然后是一个军人，然后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被派到犹太省以后，他开始接触这些犹太人，所以他开始认识犹太的文化、犹太的宗教，因为要治理这一块地。那这些总督他们拥有军队，他历史上记载他有3个军团是派给他的，所以他发生暴动的时候，他是可以镇压这些暴乱的，或者是他可以当判官。这就是为什么犹太的大祭司会把耶稣送到这边，希望他来处理这个案件哦。那当然他们会有比较小的这些司法官或者是法官去处理小的案件，可是碰到这个
犹太省最大的事件的时候，就是由这个总督府亲自出马来审理。那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保罗还有上诉，对不对？上诉到罗马皇帝，所以如果对于总督的判决还不满意的话，就是上诉再往最高层，就是到罗马皇帝那边去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祭司长，他们大概的服装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其实我们还有看到第3个角色是希律王。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这个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我们读到很多希律王，大家有印象吗？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的布置啊，然后耶稣那时候为什么要约瑟为什么要带着玛利亚这样子迁徙？就是因为有一个希律王下了一道命令，说凡2岁以下的小孩全部要杀掉。那这个希律王是希律家族的希律王，所以这个希律王他就是犹太人咯，他有一半的血统是犹太人，一半的血统是以东人哈。所以这个犹太王其实他也是因为战功，他帮助罗马皇帝开疆辟土，所以他被分封在这个犹太地这边当做一个王哈。然后这个希律王他非常多疑，而且也非常的淫乱。他历史上记载他有10个太太，前后这样娶了10个太太。有时候为了要娶下一个太太，把上一个太太休了或者是杀了。然后他也生性多疑，听说他自己也杀了好几位他的儿子。那最后他听到这个有博士说，我们看到有这个弥赛亚要成为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其实是半个犹太人，所以他非常了解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要来当王的，要受膏立的，所以他非常的紧张。他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所以他听到有博士说，我们看到这个星，然后我们知道有新的王诞生，他自己是王，可是我现在没有王，我没有新的儿子诞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伯利恒有一个王，预言中的王要出生，所以他下令要屠杀要2岁以下所有的婴儿。这是为什么约瑟会带着玛利亚要这样子长途跋涉哦？那希律王他后来70几岁，后来就过世了。他那时候把他的土地分成3块，给3个儿子。好，这是他的第1个王，也在圣经中会出现哦。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希律王的时候，你还要看他的名字是什么，不一定是刚刚那个大希律。好，这个是他的希律亚帕基这个王。那这个王分封在犹太地，他们又把这个犹太省分成3个区域，然后因为他非常的这个凶残哦，所以他对待他底下的这些百姓，譬如说他们的这些收税的功能，这个职权也是分发给这个王，所以这个王在分发这个收税的时候，他收的非常的重，然后因为他还要交给罗马皇帝，所以他收的非常的重。后来在他治理的这个犹太地发生了好多暴动，所以他后来就被罗马皇帝换掉。所以这个刚刚说大希律统整本来整个犹大省其中的1/3块，后来交给这个亚帕基，可是这个亚帕基因为自己执行不善，就是发生叛乱，所以罗马皇帝就把他的这个属地后来就交给这个总督。所以我们等一下读到的那个比拉多，其实是从罗马派过来的第5任的这个总督。那同时这个还有2/3是另外2个希律王在掌理这个整个犹太省。好，那大希律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腓利，然后这个腓利的太太希罗底非常漂亮，而且听说她其实很有政治手腕。那大家记得看到这个图，有看到他们手上捧的一个什么东西吗？对，那个是谁的头，知道吗？施洗约翰，没错。我们读到有一个希律王施洗约翰去指责这个希律王，对不对？说你娶了你的太太，娶了你哥哥的太太的这个等于是娶了嫂子，然后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大声的指责他。然后所以这个希律王被这个施洗约翰这样子骂得非常的不舒服。可是他又知道他是真的预言，他是真的先知，他不敢动他，只敢把他关在监里。所以这个腓利是大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然后后来这个
希罗底投靠的是这个安提帕王，这个也是希律王，所以他是在这个宴会上派他的女儿去跳舞，然后就说他就答应父亲，就说你要什么礼物，然后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这个安提帕这个是另外一个希律王的故事啊。好，接着还有像这个我们待会看到19章也会，这个安提帕王本来跟这个比拉多他们其实是世仇，因为他们本来这一块地是属于这个大希律的，可是因为罗马皇帝又派了一个比拉多，所以这个犹太省其实这有2大股势力是在治理这个犹太省，所以他们本来是王不见王的，可是因为这个比拉多那时候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是在这个安提帕王的范围，所以他就把耶稣这个送审到这个安提帕王那边。那安提帕王因为他其实牧民很久了，那时候大家都有人说耶稣其实就是死掉后的施洗约翰复活，所以他非常想见耶稣，想要确认一下耶稣到底是不是这一位施洗约翰哦。所以因为这个比拉多把这个耶稣送审到这个希律王安提帕那边，所以让他们2个本来是一个很大张力的这个敌手，然后变成狼狈为奸，然后他审一下，然后也发现说，耶稣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案件，就又把他丢回去给比拉多，所以耶稣才会告诉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来办我。好，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都是希律王，像这个亚帕基一世，他是安提帕的侄子，那他是杀掉雅各的那一个希律王，还有囚禁彼得的那个希律王，然后他的儿子亚基帕2世则是审理保罗后面的故事的这个希律王。所以我们上一次那个美玲长老在祷告会的时候也整理了这个历史上好多位希律王的这个的家谱，然后会发现他们很多乱伦，很多这个兄弟之间的相残，或者是父子之间的相残。所以虽然他们有犹太人的血统，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在遵照上帝的律法。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8章33节这边哈，所以他们又把耶稣送回来到比拉多这边，然后比拉多刚刚结果就回到他的总督府，然后就问耶稣说：“那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的呢？”然后比拉多说：“我不是犹太人啊，所以我不懂，是你的同胞跟祭司长把你交给我，那你到底做了什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所以你去推敲这个意思，比拉多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说：“所以你是王吗？所以你是王喽，因为你这样子说的话，你真的有一个属于你的国度，在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所以你真的是王了吗？”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到底耶稣说他的国度这个王是什么意思？在上礼拜刚好主日学那一边是讲扫罗王的故事，然后我们知道扫罗王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位君王。那在这个之前是什么？是士师或者是祭司、先知这样子的角色。撒母耳就是一个角色，是一个先知兼祭司的或者是士师的角色哈。所以在撒母耳记上8章4到9节这边记载的哈，以色列所有的长老他们聚集在拉玛这个地方，来到撒母耳的前面，他跟撒母耳请求说：“撒母耳，你年纪大了，你的孩子又不像你这么英明哈，所以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哇，撒母耳听到百姓有这个要求，他非常难过，因为其实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好像上帝其实是以色列的君王，那时候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撒母耳听到百姓有这样子想要立王的请求的时候，他好心痛。可是他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回报这件事情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你只管听从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天父在爱这一群百姓的时候，他讲出这一句话，答应他们的妄求的时候，心应该有多痛。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亲子礼拜很精彩哦，那个传道娘带动唱，然后前面还有好多老师带游戏，然后各位猜，我们现在老师加家长加学生接近100人了，对，然后我们上礼拜讲的就是扫罗王的故事，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皇冠，让他们去玩游戏，去回答问题，然后最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亲子祷告时间，就是让爸爸妈妈或者是爸爸妈妈没有来的老师带着他们，然后做一个感谢的祷告。我记得有一个来检查你的关系正不正确的时候的事情，就是有没有道谢哦。我们常常忘了道谢，向我们亲爱的上帝或者是向我们亲爱的家人道谢。当父母为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回答谢谢的时候，其实父母不知道你收到这一份礼物没有，收到这一份心意没有，或者是你为朋友做一件事情，他如果觉得说，我们麻吉不需要说谢谢，那其实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关系，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收到你这一份礼物没有。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他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礼物，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我们如果没有献上我们的感谢的时候，其实天父虽然知道，可是这个关系不是畅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亲子祷告的时候，希望带小朋友来向爸爸妈妈说啊，这礼拜帮我准备便当，帮我收书包，帮我洗衣服，帮我做好多事情，可是我好像没有谢谢爸爸妈妈。另外，我们也请求父母向小朋友要来道歉。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可能情绪会很多，像我每天早上要赶艾文去学校的时候，我脾气就会上来，我的这个急躁就会上来，说快一点，已经50分了，然后8点就要迟到了，我们还要过去士林国小，你动作快一点。然后他会慢慢吞吞的说，爸爸，我今天要穿长袖还是短袖？我会说穿长袖，外面好冷。然后就是有很多急躁的时候，我的口语其实就是很不妥的。所以透过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必须向艾文说啊，抱歉，爸爸这个礼拜有好多时候可能因为很忙，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对你言语上有很多不妥的地方，请你要原谅我。其实我们常常忘了向我们身边亲爱的人来说对不起。好，这些是上次的画面哦。好，然后后面就是分班啊，幼幼班做小皇冠，每一个人有一顶非常可爱，然后老师会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照相。然后国小组的分班也是，他们会后续的讨论问题或是做劳作。那很特别的是，我们亲子礼拜之后也有一个家长班。那大家这个家长班，我们就是互相分享回应刚刚的讯息。譬如说，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成为你生命中的国王？不管是人事时地物，都有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国王。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说，谁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国王？应该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可是我们常常把什么东西当作我们的国王？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后1章19章的时候，犹太人为了杀耶稣，他们居然还有一句回答说，除了该杀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王。所以他们不但认同了罗马皇帝的这个统治，为了杀耶稣，他们还做了这样子唯心之论哦。好，所以这是上礼拜讲的绘本，就是有一个狮子在睡觉，不小心这个皇冠掉到乌龟上面，然后乌龟就发现，我有一个皇冠，我是国王，他好高兴。然后其他的动物看到乌龟说，你才不是国王嘞，国王应该要有长胡须，像我这样子有长胡须才是国王。然后火鹤就跟他说，不，要像我这么优雅的人才能当国王。或者是蛇说，当国王要有智慧，你们这些人都不够聪明。或者像山猪跟他说，不要像我这样子，你看我很强壮的身体，那个皇冠多么合适我的嘴巴啊。然后鳄鱼也说，不，应该是尾巴最有力量的动物才能当国王。大象说，你们都闪到旁边去吧，说强壮应该是我。猴子说，不，应该要够顽皮的人才能当国王。
所以当猴子后来大家抢着这个皇冠的时候，他们撞到了狮子，大家突然发现，其实这个皇冠最适合的是狮子。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动物，它都会看到自己的优点，它会认为自己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会成为他心目中的国王。所以我这边也跟大家分析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以上的人口，如果占所有的比例啊，我们现在分成高龄化社会或者高龄社会，或者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大家看过这个，应该都新闻听过这个数据啊，就是有7% 的人是65岁以上的话，就是在接近高龄化的社会，然后有14%的话就是高龄社会。然后如果是到20%的时候，就叫做超高龄社会。那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台湾现在是在哪里？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正式在2018进入高龄社会了。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第一名，是我们到从高龄化社会到高龄社会只花了25年。你看其他国家，法国、美国，他们都是花了几十年到100年才进到这个高龄社会。我们花了25年，跟日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速率是非常快的。那根据统计，我们进到下一阶段超高龄化社会只要8年，所以这个8年其实对我们来讲，2026年非常快。大家知道士林区的65岁的人有多少吗？14%，就是台湾的平均。那我们的这个福德里有多少？有20%。那大家知道，猜猜看，我们教会800个这个聚会人数的话，我们有26%，所以我们的教会已经进到超高龄化社会了。可是我要鼓励大家，我们这个在长老教会里面非常名列前茅的第一。我去实习过的教会有超过70-80% 是65岁以上的教会，这是普遍现象。所以我们教会看到刚刚亲子礼拜，我们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有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这是我们教会人口分布，我们最多的人数是在50、60岁、70岁，可是其他的教会啊，在10、20、30、40那边是直接掉到0的，或者是个位数字的。可是你看到我们，特别是20岁、30岁的男生是比女生还多，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很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的年轻这一个族群有开始复兴。好，然后这个造成这个原因，除了医疗让长辈的健康活得越来越久，另外一个是生育率的问题。你看到台湾是从本来7、8，在民国40年、50年左右，那时候生育率是7或6，就是兄弟姐妹可能就是5个6个，可是在短短的20年间，我们掉到1，掉到2以下到现在是不到1，0.9跟1之间这样子的摆荡。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有一个曾腾龙校长来为我们做讲座，他提供的数据就发现在这个少子化的这个冲击下，现在北基已经有国立很棒的高中在基隆地区，我爸爸妈妈以前念的高中或是女中现在不需要去考试，你只要填志愿就能进去了。原因是什么？少子化。我们之前说大学的录取率已经到100多%，120多%，就是你一个人有1点多个学校可以念。现在这个高中生也已经到每一个人都有1个学校可以念，不需要填志愿所以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其实也在冲击我们的社会。那这些问题都跟我们大家心中把什么东西当作王其实有关。所以接着比拉多继续就问耶稣了，所以你是王吗？耶稣回答他说，是，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会听我的话。比拉多在这边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什么是真理？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问过吗？在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刚刚讲了这么多，什么是真理？
可以请我帮我下一页吗？卡住了。好，所以说了这话，比拉多就出来到犹太人面前，对他们说：“我真的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状，所以按照规矩，马上要过逾越节了，可以有一个特色，所以你们要特色谁？你们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把耶稣带回去？你们要我释放你们这个犹太人的王吗？”表示比拉多其实已经被耶稣说服了，可是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要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强盗，他们宁愿要一位强盗，而不要耶稣。好，所以其实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到底什么是真理？其实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这在1章14节，约翰在这整个福音书里面不断的铺陈，不断的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所以他也说，律法虽然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可是恩典跟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要实行真理的人，就会想来接近光。我们记得这个从晚上偷偷来跑耶稣问问题的那个尼哥底母，还有这个很多光跟黑暗的这个比喻，都在约翰福音。所以在接近光的人，就会显明他的行为是为了上帝而行的。我们会因此而认识真理，而认识这个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是真理的灵，世人不一定能够接受他，因为他们不想认识耶稣。但是我们今天非常何其有幸，我们都认识了耶稣，我们知道他跟我们同在。这个真理的灵再来的时候，耶稣会引导我们每一位进入那一切的真理。真理会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各种的文化、各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所以主上帝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阿法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欧米伽是最后一个字。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特别这边的英文翻译有一个很美的地方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所以我在这个未来世，上帝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提醒我们，不要用你过去的经验，不要用你现在的经验来想象我。I will be what I will be。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为了我们而生，也为了我们来到世界，为的是要给真理做见证。主，你是阿法，你是欧米伽，你是那一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王，你也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请你帮助我们，我们这些凡属真理的人，请你帮助我们都能听你的声音，让我们认识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会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知道律法虽然借着摩西颁布，但是真正的恩典与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你而来的。我们愿意谦卑，让你做我们生命的王，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我要赞美你来回应我们的上主。主，我要赞美你，尽心尽意，我要传扬你奇妙
大全能，归荣耀你生命。主，我要赞美你，尽心尽意，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赞美你。主，我要赞美你，尽心尽意，我要传扬你奇妙大全能，归荣耀你生命。主，我要赞美你，尽心尽意，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敬爱你。主，我真敬爱你，尽心尽意，我要传扬你奇妙大全能，归荣耀你生命。主，我真敬爱你，尽心尽意，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我要传扬你奇妙大全能，归荣耀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从你我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会众请坐。接下来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请起立，将一切抛弃。耶
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在这感恩的节期，我们要再一次的告白：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天地都将要过去，唯有主你永远长存。万物都将消失，唯有你的话坚定不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喂 ，test test test， 喂 ，test test test test。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咱真欢喜，今仔日透早搁三甲做伙来这个圣殿面前，咱要用谦卑的心来备办咱今仔日的礼拜。首先咱用诗歌来备办。请咱先开咱面头前的圣诗。咱今仔日要唱2首圣诗，这2首大家拢真熟。头一首是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我小介绍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是大家看下底哈，是洛先春牧师，伊是算讲咱台语的圣诗算讲是一个先驱者哈，伊伫迄个音乐方面有真侪的造就哈，伊写真侪诗歌，这条诗歌是伊伫1964年所写的，这个曲是英国是18世纪的曲目哈，所以咱大家做伙来唱一解来。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名我要永远尊重。主我上帝至高至大，每通测度。恩惠满满，第2节，一代要对一代学路，你的权能是过全部。我要想你奇妙所做，尊贵应当。威严袂毁，第3节，你的公义全能伟大，我要讲起，互人拢知，因要保佑主你大恩，唱歌咯。你敬尊，第4节，你有恩惠，高有怜悯，莫快想起主爱无尽，是阮伫一切所做，用心感谢。因吹而落。第2首诗歌，咱先开303首，303首。主，我要学罗你。这首诗歌，你看迄个下底有迄个英文字母哈，这是迄个法文呐。那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法国的作家所做的。伊的名叫做法兰西克劳迪这是一个伊伫法国伊初期是一个演艺人员，后来他就是转去做那个福音的服侍，伫个算讲伫法国的迄个改革宗教会，有乃算真出名的一个传道。那他用诗歌做了很多的服侍这首诗歌是伊所做的诗歌内底算讲上出名的诗歌。总共翻了8种语言咱今日要唱的是咱台语的部分。来，咱来唱一解来。来请，主我要学罗你，真心
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归因光你生命。主，我要学努力，真心真意。你要找到人生的去路，哈利路亚！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归因光你生命。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去路，哈利路亚。第三节，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归因光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去路。哈利路亚，搁一届，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安静默祷，请走乐。
阮要伫伊徛起的所在，阮要敬拜伫伊的骹踏以前。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你甲你的溃力会约归三角，入你休困的所在。今日即个三角来吟信诗248首，我爱上帝全能的君王，请起立。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名我要永远尊重。主我上帝至高至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时代要对时代学路，你的权能世界传播。我要想你奇妙所做，荣归眼光威严袂毁。你的公义权能伟大，我要讲起互人拢知。秋瓜了，美丽更准。你有会高脸面，无快想起主爱无停，是阮伫因一切所做。因心感谢，因嘴而乐。听我要阿爸要上帝，你就是阿尼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是落尾的。你手是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你赏赐恩典，予所有信你名的人。你是阮的爸，阮是你的囝，阮有做囝儿的福分，通甲你同坐道，同受荣耀。阮求救的日，你就应阮，鼓舞阮，互阮的心有气力。虽然行伫患难中，你也要互阮活。听阮的阿爸爸啊，你的主啊，永远伫地。愿学落你的名，直到永远。伫你所定的日，阮三角自责敬拜，感谢学落你赦命的救恩，互阮有愿望，有新的活命。阮也三角为着昨选举的结果，求圣灵来引带，互阮通明白一切的结果，拢有上帝水的旨意，也有美好的带领伫遐。甲美好的福分，要赏赐予台湾即块的土地。阮也要求圣神，甲阮教会刷落来的圣诞福音的服侍，同做工。伫活动甲服侍中，阮通得到生命的更新，也通互阮活出主基督的款式，也互阮中间的福音朋友会通认捌你、迎接你入因的心。伫因的生命中，甲你互相相结连，互相相团契。阮也要三角为着教育馆兴建的事工祈祷，求主供应合你心意的厂商，伫内装甲设备的工程，也特别恳求天父来保守工程进行的顺遂甲平安。阮也要求天父施恩典，伫明年。阮要使用执照的申请，整个过程会通顺利。
一切拢会使照着你所喜爱的时间来完成。听我的主，求你坚固阮的心，当阮面对患难困苦，也是心灵忧伤，也心灵衰落，也是身体欠满的时，求你的灵甲阮三角伫地，甲阮同行，互阮看见主常常伫阮的面前，伫阮的正边，互阮无摇掣。确信主耶稣是阮的力量，阮的拯救。深知你已经将生命的真理甲道路指示互阮，阮就要伫你的面前充满喜乐甲平安。阮的心心啊，你着阿罗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你是至大，阮就即敬拜你，愿你接纳阮用心心甲信息的阿罗，也求圣灵圣神即时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通明白的灵伫阮的中间，伫传道的信息中，甲你相见面，阮的灵命得到激励。阮也要一直当心讲主耶稣基督是主，荣耀的爸。阮要三甲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也要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兄弟姊妹，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5篇，启示录第21篇，启应文第25篇，启应第65篇，歹势。伫信息的1119页。我来客兄弟姊妹，大家来印。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已经过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息，嘛无阁有哀伤、嗷叫、痛疼。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米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是开始。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刷咧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第一节是约翰福音18章第33到37节。约翰福音第18章33到37节，台语汉语版伫个新约的129页，和修本伫个新约的172页。
约翰福音18章第33节，彼拉多搁伫公堂调耶稣来甲伊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应讲：“你讲即个话是对你家己，也是别人将我的事甲你讲啊？”彼拉多应讲：“我敢是犹太人嘛？你本国的人，甲遮的祭司头将你交互我，你果然怎样做啊？”耶稣应讲：“我的国毋是属即世间，我的国若属即世间，就我的采用的确真正，要替我交互犹太人。若是打我的国毋是对遮出。”彼拉多就甲伊讲：“安尼，你是王吗？”耶稣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见证。既若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第二节，圣经记载自启示录第1章第8节。启示录第1章第8节，台语汉语版伫咧新约的283，和修本伫咧新约的399页。启示录第1章第8节，主上帝讲：“我是阿尼法，佫是欧米伽，今仔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是全能的。”学了神的地应声，咱要请圣歌队。
只要信就得到永活，只要信就得到永活。感谢信歌队为咱唱出真水的歌路，互咱明白，只要咱信就会使得到永活。煞接正道，我是国王，咱就请地传道。各位姊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昨有困饱无？请问2点半才困的人举手者。咱今仔日要用《我是国王》这个题目来做伙分享。真感谢主，互咱的投票真顺利。我是头一摆这个公投听遮尔济题目吼，毋知这个结果甲大家心目中的这个市长，还是议员，还是里长，是毋是共款？有甲大家的决定有共款无？这就是今仔日咱要讨论的，你敢是国王？咱今仔日做伙来看足侪经节。因为大家知影我的台语足无练转的，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做伙来读，毋是我家己读安尼，恁可能会听袂落吼。所以咱先来看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32节，咱做伙来读。透早，犹太人的领袖将耶稣总因家己无日，因为惊力了人食，煞袂当食搬过节的暗顿晚餐好，所以大家敢了解是安怎？这个改亚法其实是祭司头吼，因伫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内底已经审判过耶稣啊，所以因即马刷去这个比拉多的这个总督府吼，是安怎因歪入去？这个总督府你去遐告耶稣，应该是拢总的人拢入去你太会互迄个总督是出来，因为惊染着拉萨吼，因为这个。咱就会知影，其实这个总督府就是咱拄即个伫读这个使徒圣经的时阵，这个本丢比拉多吼，这个本丢比拉多，这个人是大家以为伊是啥物人？伊是这个总督嘛，我是讲伊是啥物国籍的人？伊是罗马对，所以伊毋是犹太人，所以对遮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外邦人，所以要入去伊的厝。就是这个不洁净的所在，所以因迄当阵的规定，你若是要入去外邦人的厝，你爱24点钟袂使守这个圣节的这个搬过节的暗顿吼。所以因来到这个总督府，哇，煞无当会使入去安尼吼。所以来继续请，所以比拉多手来见因，问因讲，因讲，伊人若无好，所以因要控告耶稣是啥物罪名？无讲着啊！这个犹太人其实足巧的哦，因就讲这若毋是歹人，我袂带来遮啦，所以伊就是歹人啦，你就直接相信阮安尼。所以这个比拉多嘛是毋是这个省油的灯吼？这个嘛是伫政治圈内面打滚的，所以比拉多安怎应？比拉多甲因讲，恁家己去。所以伫遮，咱知影犹太人因会使律法，因会使判即个宗教的罪。毋过，若是讲到即个死刑吼，爱
需要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员来做这个判刑。所以这是一幅图，我去找，应该是较接近这个真实的这个景象吼，就是耶稣和这时头送去这个彼拉多的这个总督府外口，啊，总督这个彼拉多出来哦吼，啊，你看到这个若是要受审，这个彼拉多愿意出来，表示其实伊是重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关系的吼，无伊其实毋免插面嘛吼，因会使讲恁要告耶稣，恁就入来嘛吼，所以这个彼拉多其实咱嘛会使看到伊其实是足重视这个犹太人，所以你有看到伊穿啥物衫无？吼，咱换新的这个投影机应该较清楚。其实我阁找一个阁较清楚的。其实伊是军人出身的吼，伊这个历史记录，伊是出生伫意大利，吼，伊是军旅出身的军人，安尼咧战功彪赫，所以后来互这个罗马皇帝派去犹太省做省长，吼，可能这是翻译过省长还是总督。啊，我有去查，这个罗马帝国最全盛的时阵，差不多有40几个省，吼，这个整个地中海。环地中海拢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啊，这个犹太省吼，差不多比台湾较小一丝丝啦，所以这个省长也是这个总督，差不多有40几个，啊，甲美国的迄个省长共款、州长共款吼，其实这是足悬的这个职位啊吼。啊，下骹的遮个祭司长也是法利赛人，就是安尼吼，因的传统的律法。啊，咱伫这个。约翰福音阁有读到足侪即个希律王吼，希律王。啊，我毋知大家敢清楚希律王是啥物人？即个希律王吼，伊就是真正是犹太人啊。伊的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以东吼，就是以东人吼。所以即个希律王，伊就是较清楚即个犹太人的习惯，也是即个信用。毋过，伫历史内底有足侪个希律王，啊，这是头一个大希律。啊，这个大希律因为伊就是帮咱这个罗马皇帝开拓边疆，所以罗马皇帝将这个犹太省想互伊做伊的土地安尼，所以这个大希律是统管这个犹太全省。啊，咱拄仔读到这个比拉多是较后壁的代志。这个头一个这个大希律。伊就是即个要抬耶稣的即个大希律，因为伊是国王嘛，所以伊嘛了解讲，哇，即个有预言说讲即个弥赛亚要出世，所以伊知影弥赛亚是啥物意思，就是要做王的。毋过伊知影我即马70几岁啊，我无新的囝出生，所以伊知影伫即个犹太地区有一个王可能将来会取代伊的即个地位，所以就下令讲，所有2岁以下的即个囡仔拢爱抬掉。啊，伊吼即个历史记载，伊有10个太太，啊，伊生性就残暴的，有时伊要娶一个太太，啊，伊会将头前的迄个太太处死安尼，啊，伊家己嘛生足侪囝的，啊，伊讲伊抬掉的囝嘛比伊剩的囝佫较侪。哦，啊，后来伊70几岁的时阵，即个耶稣出世，啊，后来伊就将即个土地分给三个伊的儿子，啊，其中一个就是即个亚基帕吼，啊，即个亚基帕就是生性也是甲伊的老爸足共的，嘛是生性残暴，啊，伊当因伫即个犹太的即个所在会使有军队，啊，因上主要的任务就是课税。啊，将即个税纳互即个罗马皇帝，啊，伊家己嘛是课税，对百姓遮得到好处。所以即个亚基帕伊的课税足重的，啊，而且伊的法律足严格，所以即个伊统管的即个犹太地区的即个百姓就是暴动，啊，即个团去即个罗马皇帝遮，所以罗马皇帝就将伊废掉。派一个省长，还是一个总督来，所以咱拄仔读到迄个比拉多是第5任的即个总督，所以是伫拄仔迄个大希律王的后壁的代志。所以后来即个犹太地区啊，变做有3个即个长官伫控制，2个是对
大希律遮落来，啊，一个是即个对即个总督安尼，对罗马皇帝来安尼。啊，大希律搁另外一个王叫做腓利，啊，即个腓利伊的某足水的，叫做希罗底。啊，即个希罗底咱足出名的，就是你有看到迄幅图内底有摕盘啊，内底是啥物？约翰的头无问题。所以咱知影大希律搁另外一个王，就是即个安提帕。即个安提帕就是娶迄个大嫂，所以犯了奸淫，犯了乱伦。所以即个约翰就是责备即个安提帕。所以安提帕知影伊是先知，敢若将伊关伫监狱内底。毋过伊的即个太太甲伊的查某囝对约翰怀恨在心，所以接着一摆跳舞的时阵，就甲王讲我要伊的头啊，逼即个希律王真正将即个约翰来斩头吼，这是另外一个王。啊，即个安提帕本来应该是因三个王伫即个犹太地区安尼搭来搭去吼，毋过彼拉多听讲即个耶稣是加利利人，啊伊讲啊，即个我无法度拄啊好，你即个安提帕，迄个加利利是你管的所在，所以伊就将即个耶稣送到这个安提帕去，互迄个希律王审判。啊，希律王话审不出什么问题吼，所以伊就搁将即个耶稣送倒来比拉多遮吼。所以耶稣伫去迄个希律王遐拢无应答，啊，倒来的时阵，伊甲即个比拉多讲，若是毋是上帝赐互你权柄，你无权通办我吼。所以咱继续来看，伊对下骹佫有即个亚基帕的伊的囝甲伊的孙吼，拢是拢是遮的希律王。啊，即个头一个即个伊的囝即个亚基帕意思是抬掉即个雅各的即个，啊嘛将彼得关起来迄个希律王。啊，伊的孙就是即个审判保罗迄个希律王吼。所以咱若是伫读即个圣经的时阵，会看到足侪希律王，啊，其实因拢毋是共款的希律王。咱会使去看遮的注释书，你会了解讲，哦，是原来是安尼吼。好，请咱搁继续来读对18章，就是今仔日咱读的即个33节遮，请。比拉哥继续问讲，啊，我敢是犹太人，所以，我哪会知你到底是毋是安尼吼？啊，最后犹太人伊就来，耶稣就应讲即句足重要，咱过来读，做伙来读哦，请。这个较细吼。好。莫用这好啊，好来，请继续。免得到我受出卖，互犹太领袖。其实我的国度毋是属伫世间。比拉多就问因讲，安尼是王嘛？因为遮耶稣讲，若是我是王，我的属下就袂互我交互遮犹太人。所以伊的言下之意安怎讲？其实我真正是一个国王，毋过我的国毋是伫即个世间。所以顶礼拜是主日学的即个亲子礼拜吼，啊拄啊好，顶礼拜的即个经节是所罗王，所以阮就讨论着，是安怎本来即个以色列无国王的即个制度，是安怎会开始有即个国王对所罗、对大卫啊到所罗门安尼啊一直传落来。所以这是记载伫撒母耳上传第8章4到10。第4到第9节，咱做伙来读。讲看。
好，继续讲。求你。当你读这段的时阵，你的感觉是安怎？你感觉即个上帝伫讲即个话的时阵，伊的心是毋是足痛的？我所爱的百姓，我的囡仔，无爱我做因的王，因家己想要立一个王，一个国王。毋过，咱看到历史，上帝安怎回应遮的以色列百姓？伊真正就甲因讲。好，我会互恁一个囝。啊，顶礼拜即个亲子礼拜哦，咱看即个相片，差不多90几个，我100人哦，70几个学生甲爸母，啊，佮有咱主日的老师，啊，一个传道娘，恩语传道娘带因唱歌吼，啊，我做一个皇冠，吼，就要互因算讲，啥人是国王安尼，吼。啊，其中嘛有一个足重要的时刻，就是请爸爸妈妈甲囡仔做伙祈祷。啊，即个祈祷进前，我有邀请囡仔，你爱甲爸爸妈妈讲说多谢，因为咱时常拢袂记甲爸爸妈妈说多谢，咱嘛时常袂记去将甲上帝讲谢谢说多谢。啊，即个说多谢，其实即个就是你要常常凡事感恩谢恩。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维持这个关系的动作。你可能会讲啊，我知影迄爸爸做的，所以我心内有感谢伊就够啊。啊，妈妈嘛知影我心内有感谢，毋免讲啦，讲出来歹势安尼。毋过你有发现，若是你无将这个谢谢讲出来，其实妈妈可能会想讲啊，无你敢叫是爸爸创的，毋是我创的。还是这是别人创的，毋是我创的，所以这个关系可能有一个猜测的，这个猜测的问题伫内底哦。所以这个想安怎讲，凡事谢恩，你就会常常喜乐吼。其实这个凡事谢谢感谢这个动作，其实是建立关系上重要的一个动作。所以伫遮我就邀请所有的囡仔，你即礼拜是毋是爸爸妈妈替你洗衫、替你煮饭、送你去学校？你有甲爸爸妈妈讲说多谢无？你若是无，你叫是遮的动作，拢是你自然就会得到的。爸爸妈妈毋知你知影无？所以这个说多谢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动作。啊，另外我阁邀请爸爸妈妈甲囡仔回室咧，是安怎回室咧？比如讲早起我要送艾文出门的时阵，已经7:50啊，伊阁你啊慢慢来吼啊。问我讲，爸爸，我要穿长裤啊、短袖啊。我当然穿长裤啊，今仔日遐冷安尼。啊，后来啊赶去学校，得要迟到啊。啊，其实我后来反省，伫遮个匆忙的过程当中，我真正有足侪时刻，我的语气拢是无好的。所以我邀请爸爸妈妈伫即个时刻，嘛甲囡仔爱讲实咧，我即礼拜可能有的时阵，我想即个。脾气无够好，我无够有耐心来陪伴，所以我有一个即个亲子的即个亲密的时刻，祈祷的时刻。你看到爸爸妈妈揽遮个囡仔伫个怀抱内底啊，安尼囡仔甲爸爸妈妈讲谢谢啊，请爸母甲囡仔回室咧。啊，后来就分班啊，你看这个幼幼班，每一个人拢做一个皇冠，足趣味的哦啊。咱的国小组嘛是有分班啊，有足侪老师就用心的来带因来上课来分享。啊，上重要是煞遮的家长，阮嘛有一个家长的分享班吼，邀请遮的爸爸妈妈来回应今仔日的信息。比如讲，我就有一个题目是，请问讲你性命还是你生活内底，是毋是有啥物人事时地物会成做你的国王？掌管你的性命，咱拢知影，上帝应该是咱的国王。毋过，伫日常生活中，咱时常将其他的代志当做咱的国王。
所以伫遮的分享班，哇，每一个爸爸妈妈就讲，是啊，我真正将无用，将工作，还是将囡仔当作我的国王，拢袂记上帝是咱上大的即个王。所以顶礼拜讲的故事就是我是国王，啊，这是有一个狮子伊的皇冠落伫即个乌龟的顶面，啊，这乌龟就足欢喜讲，哦，我即摆是国王啊！啊，伊走去甲伊的朋友讲，你看，我是国王，我有即个皇冠。啊，即个山羊讲，你早毋是国王，国王爱有即个喙鬚，爱有即足水的喙鬚才是国王。啊，即个火鹤就讲，无啦，爱有高雅的姿态。你看我足悬的，我骹足长的，安尼才会使做国王。啊，即个蛇讲无啦，做国王爱有智慧，我上聪明，我是国王。啊，即个山猪讲无啦，你看我的喙，戴即个皇冠拄啊好，所以我才是国王。啊，即个鳄鱼就讲爱强壮，我的尾巴是足有力的，爱尾巴强壮的人才会使做国王。啊，即个大象讲着强壮，你敢有我强壮？我的一支骹就甲你的尾巴共款啊，所以我才是国王。啊，即个猴子嘛来抢，伊讲无啦，爱要做国王，爱身手最灵巧，爱最调皮的才可以做国王安尼。所以每一个即个动物拢伫掠即个猴子，想要抢迄个皇冠，啊，结果因弄着即个狮王吼，啊，发现讲哇，其实即个皇冠啊，最适合的还是戴在这个狮王的头上。所以用即个故事，咱伫反省哦，咱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看到家己的一个所在，啊，要将迄个物件当作家己是国王哦。所以顶礼拜阮就用即个故事来甲大家分享。啊，我另外嘛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联合国的即个 WHO 一个定义，就是65岁以上的即个人口占所有的人口有一个比例。啊，即个比例会将你即个社会是高龄化的社会，还是高龄社会，还是超高龄社会，分做3区吼。啊，咱应该新闻还是电视拢有看到，就是有7%、14%，还是20%吼。啊，咱又看嘛，台湾即马是伫倒一个所在？嘿，咱即马拄好今年吼，迈进即个高龄社会啊吼。毋过咱对即个高龄化社会入到即个高龄社会，花了25年。啊，即个25年真久吼，你讲25年还好啦。毋过咱看世界，美国、法国、甲英国、甲日本。因拢是100年、70几年、40几年，啊，咱甲日本共款，足紧就进入啊，即个高龄社会。啊，根据即个人口资料吼，咱阁过8年，就会变做即个超高龄社会，会超过5个人就有1个人是超过65岁。啊，这有啥物问题吼？咱又看卖树林遮是比例是偌济？就是台湾的平均14%吼。啊，咱的即个教会伫遮即个福德里咧，有人知影即个资料无？福德里是20%哦，遮退休的长辈可能较济。啊，咱又看卖咱的树林教会即个点名普啊，即个800-700人内底有偌济是超过60岁的长辈，差不多26%吼。所以咱4个人有1个吼，毋过咱爱真感谢。上帝，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我以前伫实习的教会，长老教会哦，这个可能这个比例是超过70，超过70哦。可能有的教会我听过因无青少年，无遮个主日哦，无遮个壮年，所以因的比例可能高达70、80，反正90个教会嘛有哦吼。所以咱真正爱感谢上帝，互咱有遮侪产业主日学的囡仔伫咱的中间。啊，我有统计一幅图，就是你看即个咱人数上侪是差不多伫70、50、70、60、60即中间。毋过真感谢上帝，就是咱的这10岁、20、30个囡仔其实嘛无少。咱20岁、30岁的查甫搁较济，比平常遮教会内底拢是。即个
查某较济，毋过咱的20、30才是查某较济，这是嘛是上帝的恩典哦，真无简单。啊，这长辈愈来愈济，啊囡仔愈来愈少，其实是对台湾的这个未来其实是一个真危险的讯号吼。毋过咱感谢上帝，咱树林伫遮诚做即个地区的祝福，咱看到咱的生育率较悬，比即个平均较悬。啊，这是顶礼拜另外一个少气邀请即个士林高商的即个曾腾龙校长来分析讲，这20几年的即个出生人数的变化吼，对即个30年进前，本来每年拢有32万人出生。啊，毋过你看，对即个小一、小二、小三迄年吼，即马升小三迄年16万人尔，减一半。所以就讲以后啊，本来咱讲即个大学升学率已经超过100%啊，120%。啊，毋过即马连国中哦，高中嘛超过嘛拄好100。每年的高中生要升高一的。唔免去考试，你只要填志愿就会上学校。啊，这毋是遐个无好的学校，伊就讲家人有2间国立的学校，我爸爸妈妈以前读的家人的这个国立高中，男生跟女生的2个学校，因招无学生，所以因就改做你若是填志愿，你就会调。所以本来的这个高中，因拢是足好的学校啊。变做只要填志愿，就会有囡仔会使入去。这变做即个老师伊爱教即个普通的学生嘛，爱教即个真好的学生吼。所以咱的教育其实嘛是真重要的问题。啊，是安怎讲到这就是甲咱的文化、咱的社会，咱一直将啥物物件当作咱的国王有关系。所以其实我第3点要讲到。其实咱的主才是咱的王，咱做伙继续来读，来请。听我的声，比拉多问伊讲，啥物是真理？其实即个比拉多真正是嘛是有伊的智慧哦。伊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啥物是真理？毋知两位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咱读约翰福音读足侪届，咱敢有想过啥物是真理？咱来继续来读。恁有一个管。伫搬过节，我着放一个互人互恁，安尼恁着爱我放犹太人的王互恁无？这是啥物意思？比拉多其实伊已经知影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伊相信犹太人的王。历史有记载，可能即个比拉多甲伊的太太后来真正做基督徒。毋过这是2、3世纪的一寡的学者的推测，毋知是毋是真的。毋过这个犹太人安怎讲？所以因愿意相信上帝，相信耶稣是因的弥赛亚，是因的王。所以到底这个真理是啥物咧？其实这个约翰啊，伫这个约翰福音内底，一开始伊就甲咱讲啊，咱做伙来读这个红色的字，请。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我有看过伊的荣耀，是伊要听见囝才有的荣耀。来继续请。律法通过摩西。迄个字嘛，阁是
真理嘛会互因得到自由。所以咱若是熟悉即个真理，即个真理会互咱得到自由。啊，到底即个真理是啥物咧？耶稣安怎讲？请。真理话命若是。伊是真理的神，世间的人袂当接受，因为因无看见伊，嘛无识伊，搁万伊，因为因甲恁同在，会继续伫恁内面，所以真理是伫咱内面的。来，继续请。真理的神来时，耶稣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伊袂照家己的意思来讲，会照所听见的来讲，嘛会互恁传达入恁内的事，求恁用真理互因圣化，家己分别做圣。所以，这个真理会帮助咱圣化。愈来愈接近上帝本来要创造咱的样貌，伊是按照伊家己的形象来创造咱人类。咱爱将咱家己分别出来，因为伫遮的社会、伫遮的文化，有足侪其实毋是上帝咱的国王意来看到咱做的决定。所以最后咱来看，到底真理是啥物呢？请。将来嘛要存在我是欧美伽。遮搁有一个我感觉搁较水的翻译，就是英文本来是讲 I am who I am， 毋过即个希伯来文原文内底有一个即个未来式的意思伫内底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这是啥物意思咧？上帝要甲咱讲，你毋爱用你过去的经验，毋爱用你即摆的经验来想象我是啥物款，我是未来的我。所以你若是用过去、用即摆的经验来想象，你即个我、即个上帝无够宽阔。我读到即个翻译的时阵，我感觉真正是水。所以今仔日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问题：伫生活中到底有啥物人，还是啥物代志主宰我的性命，亲像我的国王一样？啊，耶稣为着疼阮出生，嘛为着疼阮来到这个世间，伊是要替这个真理做干净。啊，既然属伫真理的人，拢爱听伊的话，听伊的声音。啊，我敢愿意来安怎回应上帝的这份的听？所以，请咱做伙来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疼阮，你为着阮来出生，也为着阮来到这个世界，为着是要互甲这个真理做干净。主，你是阿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即马伫地，过去伫地，以后永远嘛伫地的王。你也嘛是道路、真理、生命。阮若无借着你，无人会当转去爬遐。主，求你帮助阮，互阮遮拢属伫你真理的人，帮助阮拢会听你的话，听你的声，互阮会使熟悉真理。因为真理会互阮得到自由，互阮知影律法虽然是遮摩西所颁布的，但是遮的文典甲遮个真理，就是对耶稣基督你来的，互阮愿意谦卑，互你搁一摆做阮性命的王，互阮的性命互你来掌权。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三甲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303首，主我要学落你，会场请起立。主我要学落你，真心真
妙大权力，归因更你性命。主，我要学努力，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归因更你性命。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好因更你性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三个备办心来奉献。所主耶稣，愿我一心护你。耶稣，主耶稣，愿我一心护你。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主心里眼歌，我的完全我可静听好，我安有的你来明，我要保养你的因更高稳定。兄弟姊妹，请起立。
兄弟姊妹，请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踮伫咧树林教会成做一个大家庭。今仔日语文传道甲咱传讲的信息中间有分享到一项事，就是咱看到规个教会中间参与伫出入遮的兄弟姊妹对出世、青年、少年一直到年长这个比例其实是不佳平均，所以咱特别要关心鼓励遮的儿童、青少年伫咧教会生活中间更较具体。所以咱看到周报，咱顶头有咧写着讲奖学金的颁发，其实迄毋是咧看伊的成绩，是看到伊踮伫咧教会的生活的参与。所以咱真感谢主，互咱会当通过即款的鼓励，互咱的子弟对伫生命中间要紧的功课有一寡学习。所以即个时阵，咱要请无共阶段的代表来咱中间，包括小学、中学、国中、高中、甲大学研究所4个代表来，请咱来头前哦。咱这中间有小学，小学的主力学囡仔不是遐多吼，所以主日学的代表是恩宁哈，陈恩宁来。过来是国中吼，是国中嘛吼，国中的代表吼，齐伟。这是高中的代表哈，肥杰宇。姊妹两个吼，有当个名叫唔对。大学研究所的代表吼，嘉安。咱过一摆拍谱甲因鼓励吼，来一起讲吼，谢谢大家。OK， 好。到底生命中间上重要是甚物吼？所以因的功课毋是上好的吼，第一班，但是伫咧追求的过程中间，因真意爱，会当搁较深入八处。所以内面有诶读高中，读小学，你拄仔看到有读小学的，伫咧迄个主流中间倒咧弹琴，读高中、国中的有诶踮咧不良敬拜团，就已经踮咧服侍。咱毋望伊当通过即款的过程，伊掠条耶稣基督将做伊生命要紧的主甲目标。好，咱为遮的主题来鼓励吼，多谢。咱三脚来读金句，我读一遍，兄弟姊妹读2件。金句，约翰福音第18章第37节后段，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干净。既若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兄弟姊妹请。约翰福音18章37，我为着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干净。既若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约翰福音18章37节，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干净，既若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咱三脚来欢迎，今仔日有几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咱请第一位是陈依萍的姊妹，这是咱洪玄阁洪牧师因的朋友，毋知坐喺倒位？欢迎你哦！边仔拄仔是洪牧师哦。洪牧师，这是咱第一件来教会，也是第一件来咱树林教会。第一摆来教会吼，毋是第一摆来树林教会啊！真感谢，嘛是第一摆来树林教会，真感谢。阮欢迎你，三脚到遮，三脚聚会。阮讲台语敢听有？哦，看起来，安尼阮9点有迄个华语的礼拜啦，吼，所以嘛会使参加咱迄个9点华语的礼拜。啊，搁刷来。咱阁有2位是对
哇，对美国来的朋友吼，这是咱陈正阿娇的迄个姊妹的查某囝，甲伊的囝婿吼，陈恩广甲陈明芬的夫妇，因即仔伫迄个美国加州的，这是爱恩教会嘛吼，爱恩教会，敢是？我欢迎你。好，佫刷来咱三甲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吼。咱来看迄个投影片。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请兄弟为12月16号八一区举行的圣诞联合聚会奉献。后礼拜主日是关怀艾滋的主日，嘛是抬杠节的第一主日。后礼拜举行圣礼典，嘛有举行洗礼，请大岛。12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岛，也是办公室买。圣诞节是分享爱甲祝福的节期，教会除了会伫活动中赠送圣诞歌以外，嘛开放兄弟祝文。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请要祝文的兄弟把握机会。伫感恩的节期，11月16到26，本会伫 FB 粉丝团举办感谢有你的留言抽奖活动，欢迎拥有参加。忙伫圣诞的系列活动已经开始了，欢迎拥有邀请朋友来参加。12月23中昼12点半，伫海霸王中山店举办圣诞爱餐。今仔日开始报名，到12月9号为止，一人150块。欢迎兄弟邀请好友朋友甲亲戚朋友报名参加，座位有限，延满为止。熊年团契伫11月30大领基督会敬拜，请熊年兄弟伫迄天暗时的7点20到礼拜堂练习。12月3号早起9点半，熊年团契举行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拥有参加。12月10号早起9点半到11点半，熊年团契举办圣诞福音茶会，欢迎大家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参加。12月14早起9点半，北中熊年部举办圣诞感恩礼拜甲联谊活动，欢迎踊跃报名参加。教育馆新建准备进入景观工程甲内部装潢。建筑委员会有整理会当人管奉献的项目，另外提醒已经人管奉献的兄弟，请伫人管奉献了后2礼拜内汇款，并且通知办公室。详细情形请到招待岛摕资料。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岛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带岛，愿上帝安慰甲医治。咱得较为着咱圣诞节的逐项活动来祈祷吼。公道的时间，咱来请牧师。咱阁有一个算嘛无免讲新的朋友啦吼。其实伫咧3-4年前、4-5年前，咱阁会记得有迄个2层楼的办公室活动中心无？咱有一寡社区的事工有画图，有一寡其他的赞美操声，等等拢在遐聚会吼。有一位姊妹玉愁姐吼，今仔日有来在咱中间做礼拜，咱拍鼓欢迎伊吼。来，欢迎来请坐。于天的于啦吼，于玉愁姐吼，就讲咱叫孙妈妈，咱真欢迎伊。伫中间甲咱三甲来敬拜，无要紧，咱其他的人听有就好。你边仔你再甲翻译，毋是啊？你再甲讲，较动听无要紧吼。边仔的明慧姐再甲讲，咱真感谢主。也伫咧公道的中间，除了周报所写遮的事工以外，咱也恳求主特别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所摆列的，无论是你个人、工作、学业，还是你人际关系。家庭的需要，咱恳求主伊家己掌权伫咱的中间，
通互咱会当完全听有伊的声，行伫伊的真理顶头。所以即时，请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同齐来祈祷。恳求你的引带保守我，我会当伫你的天中间来看得出。毋是我，是国王，是主你，是做王伫阮的中间。特别恳求你的怜悯看顾，才会兄弟姊妹主来到你面前，你家己仰视；在你面前，你家己来固守。恳求你会当帮助阮，搁一摆来经验看到主你的天，主啊，愿意伫咱中间，请做阮基督的主，搁一摆引带保守我，我会当。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会当伫你定着的时间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主你，嘛互阮会当伫你定着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互阮的心搁一摆得到满足，领受平静安稳、喜乐的快乐。我们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阮知影伫这个感恩的节期。你是主，你是王，天地万象拢会过去，独独主你永远伫地。万象物拢会消失，独独主你的话坚定袂摇动。恳求主你通过你话命的话，养持阮，你圣神也灌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灵，通互阮常常。因为明白主的真理，得到喜乐、平安的自由。愿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来上银388首，因光归信父上帝。上银刷声口无书祝祷。归心被兄弟，因更新要信息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兄弟姊妹，请坐。礼拜结束，请伫个殿乐结束后，才来离开。咱请兄弟姊妹大家互相请安，希望伫主的听中间，咱会当有更较深的明白，多谢。